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九巴人啦。今集其實我講我個拍攝順序，呢個係第3集嚟嘅。不過因為我出片嗰度我校錯日期啦，所以就第2集出先。唔知呢一集出先第一集啦。不過唔緊要啦。今集我採用嘅車應該係 D6M 嘅。有位觀眾之前咁樣講，可能係我依照咗香港九龍巴士嗰個，唔緊要啦。今集我呢就係揸73號線嘅，由綠里鎮去愉景圍嘅。咁而家呢就影片開始，請大家欣賞。派對裏凝望，有伴笑臉8個10個，節奏裏搖動，快樂中感寂寞，散去了回望，有着丁點孤寡但自由，想拆開糾結的網，獨佔天清氣朗。泥路上邊走邊數數腳印，竟發現某些裂痕，聽到內心學會修補再陷，別把聲音軟禁。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，多了人卻還沒多高興，沉默看星，聽到月光呼應，繼而平靜到訪這一人之境，原來也很高興，獨個俯瞰每顆山丘之嶺，乾一罐的汽水，呼出嘆息，快樂懶說明朗，自己一個做證。亮起街燈撫摸着我，光線綻放出期望，浮雲日出幻變中交錯過，像已找到答案。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，多了人卻還沒多高興，沉默看星，期待日光牽領，繼而平靜到訪這風花雪之境，原來已很高興，獨個觀看世間